咁多嘅功效嘅時候，就覺得我一定要買嚟試一試。嗰陣時第一次服用佢咧，都有少少驚啦。但係食完呢個之後咧，差唔多15分鐘至半個鐘度咧，你隻眼咧就已經好想快啲瞓覺，啲頭髮咧真係順滑咗好多啦，摸上去咧係柔軟好多。咁另外佢嘅質地入邊咧係有好細微嘅磨砂啦，所以用完之後咧，你會感覺到咧你個身係滑捋捋。大家好，我係文希，歡迎翻嚟我 channel。今集嘅主題就係想分享 iHerb 入邊排名第一啲評價最高嘅產品。因為本身自己咧都會喺 iHerb 度 keep 住買嘢啦，咁而有陣時咧都想買下一啲好嘅產品啦，就會睇下 iHerb 入邊呢一啲排名榜啦。咁我見到佢第一名嘅時候就會心喐喐，好想買嚟試下。今次試完呢啲產品之後咧，都真心覺得值得推薦俾大家。加上咧，我想話 iHerb 入邊嗰啲評語咧，全部都係一啲真實用家啦，所以我覺得佢哋上榜咧真係實至名歸。開始之前都要提一提大家啦，如果想喺 iHerb 度買嘢嘅話，都可以用翻我嘅優惠碼 STONG100，無論新舊客人買滿65蚊美金，咁就可以享用82折。呢一個優惠咧，每人可以使用2次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即刻開箱呢一個 pancake 粉啊！咁其實咧我都係回購咗好多次，同埋咧佢都係喺排名榜第一。我想話嗰陣時試食完之後啦，我就覺得哇，原來喺屋企整 pancake 係咁容易，佢咧係無麩質啦，所以食上去咧都係更加健康啦。同埋咧，如果你係健身啊或者減肥人士想食呢啲 pancake 的話啦，呢一個咧都真係最好嘅選擇。詳細嘅用法咧，佢後邊咧都係一已經寫得好清楚啦，都好簡單啦。其實佢將呢啲粉加水，最簡單嘅煎法就係咁樣。但係如果你想再好食啲嘅話咧，我自己咧就會加牛奶啦同埋雞蛋煎咗佢，咁就 OK 噶。煎呢一個 pancake 嘅時候咧，我真係一次就已經好快就成功咯。所以呢一個咧，我都係一包接一包咁樣去買咯，當一個早餐食又好啦，或者有時候你口痕嘅時候想食少少啲 pancake 就可以買呢一個翻嚟去用啦。本身自己咧都有食濕條紋嘅習慣，最近咧我自己覺得我嘅睡眠質素唔係咁好，咁所以咧我就上網去睇一睇有啲咩可以幫助到可以瞓得腍啲啦，同埋起身之後咧個感覺都精神啲。然後就揾到呢一個南非醉茄呢個濕條紋啦，佢喺 iHerb 入邊咧係有4個排名第一，可以話促進舒緩同埋有放鬆嘅感覺啦。咁加上咧，其實佢係一啲草本嘅補劑啦，對於我嚟講啦都十分之天然。iHerb 入邊啲評論咧，好多人都話食完佢之後咧都好好瞓啦，起完身之後咧都精神好多。咁自己咧其實都試咗有1個星期，真心我自己覺得呢一個真係好有效咯。有時候喺床上面咧，我一定要碌電話碌好耐啦先有睡意，但係食完呢個之後咧，差唔多15分鐘至半個鐘度咧，你隻眼咧就已經好想快啲瞓覺。咁佢嘅食用方法咧，只需要睡前食用1至2粒，咁其實就 OK 噶啦。如果咧係瞓唔着啦，或者本身可能壓力比較大啲嘅人士咧，都可以試下食用呢一個南非醉茄。好，咁嚟到第2款啦，咁就係呢一款蝦青素啦。大家聽到呢一個名咧，唔需要擔心入邊係有蝦嘅成分。蝦青素係一種脂溶性抗氧類嘅胡蘿蔔素啦，咁所以咧其實係素食者都可以服用，主要咧係幫助大腦、皮膚、心臟、眼睛同埋關節健康多方面咧做到一個保養。選擇服用佢係因為咧佢對於眼睛方面咧係十分之好啊！好多一啲 iHerb 嘅評語咧，全部都講話長期對住電腦啦，服用之後係好顯著嘅改善。我本身咧都要對住可能熒幕啦或者電腦啦剪片啊，咁慢慢咧我唔知點解覺得隻眼好似越嚟越蒙，眼皮會覺得好重好攰，咁所以咧我係特登想揾一款濕條紋咧係令到我自己眼睛更加健康。食完個效果之後咧，我自己覺得隻眼咧真心冇咁攰，同埋夜晚出去嘅時候，有陣時咧你要好聚焦睇一樣嘢，你會覺得好辛苦啦，同埋你要好用力去睇啦。但係食完呢個之後咧，好明顯咧你會感受到睇嘢係輕鬆咗啦，加上隻眼咧好似冇咁乾，每日1粒咁其實就已經 OK 噶。佢個 size 咧都係比較細軟膠嘅粒狀，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好容易服用。大家如果想揾一款係對付眼睛嘅濕條紋，除咗藍莓素等等之外，咁其實呢個蝦青素咧都係值得大家服用。好，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葉綠素啦。咁其實我見到佢咧個評語係十分之多啦，亦都好好啦。佢係好多唔同嘅功能啦，主要咧做一個排
排毒嘅功能。咁喺網上邊咧都有寫明話，其實葉綠素係好多唔同嘅好處啦，可以抗癌、抗糖尿病、抗異味、抗氧化、抗菌、抗病毒、過敏性鼻炎啦，控制體臭、改善青春痘等等嘅功效。睇到咁多嘅功效嘅時候，就覺得我一定要買嚟試一試。佢咧係一個液體溝落水入邊，咁其實就冇問題。大約一杯清水，然後加翻2湯匙呢一個葉綠素落去飲用咧，咁其實就 OK 啊。佢嘅顏色咧係有少少恐怖嘅，因為佢本身咧真係一個深綠色。嗰陣時第一次服用佢咧都有少少驚啦，同埋喺度諗緊會唔會好難飲？但係當你試飲完之後咧，你會係覺得好味同埋少少甜啦。佢唔係話特別濃味啦，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係好清新同埋係舒服。通常咧我自己就會一起身，然後就飲用一杯呢一個葉綠素。對於呢個通便咧，我都覺得係起到呢一個作用。而家都已經係夏天啦，咁有陣時你啲體味啊，或者你自己體內散發嘅味道啦，都會好影響到人哋，同埋影響到自己嗰個觀感。大家咧可能有一啲本身體內發炎嘅問題啦，都可以試下呢一個葉綠素改善翻你自己體內嘅炎症。呢一個咧我已經係第2樽噶啦，連我男朋友咧都覺得好飲，咁所以咧都買咗佢翻嚟。好，咁另外呢一個咧我自己係私心入手嘅，有朋友食用過，對於一個泌尿方面啦，同埋女性婦科方面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濕條紋。曾經咧自己都試過尿道炎啦，如果試過都應該覺得係好辛苦，同埋之後咧又要食一啲抗生素。講真，食西藥咧都唔會話健康得去邊噶啦。所以呢啲濕條紋咧我自己係 keep 住不停咁樣服用，睇過佢嘅成分咧都係好好啦，同埋十分之天然啦，可以抑制到呢一個念珠菌。咁呢一方面咧都係好緊要啦，因為都就嚟夏天啦，咁一焗一熱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翻發啦。所以呢啲濕條紋咧我自己係 keep 住不停咁樣服用，令到自己各方面健康啲嘅話，咁就避免有嗰啲問題嘅出現。只需要每日服用3粒，咁其實就 OK 噶啦。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係想處理一啲婦科問題啊，或者本身你哋咧成日都會係有尿道炎等等呢啲問題的話啦，就可以服用呢一個啦。好，咁然後同一牌子咧就入手埋呢個濕條紋啦。見到咧佢主要咧係幫助到改善鼻敏感。一轉天氣啦，一有鼻敏感嘅時候咧，真係完全瞓唔到覺。特登睇一睇咧，因為本身呢一個品牌咧都真係好多人都有試用過啦，好多啲評語都係好正面，亦都話啲成分超級好。咁所以咧我都揀咗呢一個品牌。如果平時都有化妝的話啦，係咁擤個鼻啦，咁然後個妝都花埋。咁但係而家咧服用咗佢差唔多有1個星期度啦，可以一覺瞓到天光啦，感覺到咧嗰個鼻敏感嘅狀況咧都真係差好遠，改善咗好多，唔需要成日都攞住包紙巾係咁擤。咁佢呢一個食用方法咧都係每日3粒咁就 OK 噶啦。所以大家咧係有鼻敏感嘅狀況都可以試用呢個濕條紋。好，咁講完濕條紋之後咧，就講下一啲皮膚上嘅護理。iHerb 上邊咧買一啲護膚品咧，我自己覺得又抵啦又好用啦，咁所以咧我都揀咗呢一個韓國品牌咧，我自己都有試用過佢另外一啲防曬啦，都係好好用。見到佢嘅排名榜咧，眼霜排名第1啦。始終咧年紀越大嘅時候咧，眼紋呢啲位置咧笑得多啊，或者表情比較多嘅人士咧，咁其實咧都真心要注重眼睛嘅保養。咁我想話呢一支眼霜咧真心平靚正，俾咗個質地俾大家睇先啦。佢嘅質地咧係好清爽，好易推，用好少份量咧足以按摩你嘅眼睛啦，啲細紋等等方面咧都見到係有改善。佢成分入邊咧都有人參啦，所以佢係有少少淡人參嘅味道，但係完全唔會話覺得好化學啊香料好勁嗰一隻啦。所以我自己覺得係舒服，用咗1個星期左右啦，我係完全冇覺得過敏刺激等等呢啲問題。大家咧如果想揾一支眼霜的話啦，咁其實都可以選用呢一支。好，另外咧就係呢一個維生素 C 嘅高級亮膚霜，佢呢一個名咧聽到我都覺得好吸引啦。咁加上咧佢喺 iHerb 嘅排名入邊咧係有2個排名第1，包括咗身體護理同埋乳液。同埋咧我見到直情 iHerb 上邊嗰啲評語咧係可以放圖噶嘛，係話1個月搽完之後白淨咗幾多，2個月之後咧就再白淨啲，連身上面啲印咧都會減淡。見到佢下邊啲評論咧，我係即刻擺咗佢落購物車入邊啦。去旅行嘅時候都會懶冇搽防曬，然後咧就唔小心曬到燶咗啦。咁其實咧我膊頭都有少少啲斑喺度，用咗1個星期度啦。我自己感受到咧搽啲頸嘅位置啦，因為本身咧你面部嘅保養咧一定會係多過你自己頸部啊心口呢方面。咁我見到個色差方面咧都會越嚟越好啦。佢嘅質地咧亦都係好易推啦，咁亦都係比較清爽，但係咧佢嗰個滋潤度咧都係足夠嘅。同埋我自己咧係好中意佢
少少嘅香味。如果大家真係想處理一啲美白方面啦，或者本身身上有一啲斑斑的話啦，咁其實咧呢一個維生素 C 嘅 cream 咧都值得大家入手，同埋真心咁大啱70蚊都唔使，所以我用完呢個之後咧，應該都會 keep 住不停咁樣回購。好，另外咧就係呢一個非洲黑鹼沐浴露啦，我已經係回購第2支噶啦，因為真係超級好用啊！佢喺 iHerb 上面嘅排名都有2個排名啦，包括咗洗護用品同埋沐浴露和沐浴啫喱。加上咧嗰陣時我點解買佢咧，係因為我見到有個評語咧係講話本身夏天啊好容易出一啲汗疹啊，或者本身咧你係比較敏感肌啊濕疹肌的話啦，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可以用到。咁首先咧就係想讚下佢個味道啦，我自己覺得係好香啦，偏向大自然嘅味道啦，有少少似椰子油。咁另外佢喺質地入邊咧係有好細微嘅磨砂啦，所以用完之後咧你會感覺到咧你個身係滑捋捋。大家見到佢黑黑地好似好奇怪啦，但係用上去咧真心佢優點真係好多。同埋咧我自己覺得佢個清潔力夠強啦。如果本身咧你係有搽開防曬的話啦，咁其實身體方面嘅防曬咧你都係要好好去處理啦。洗完之後你唔會覺得好乾，你都會感受到咧你自己身體皮膚嘅水分咧仲喺度。最緊要之前咧我都話有少少濕疹嘅問題啦，咁其實濕疹咧都會係好痕好唔舒服啦。我用完佢1次之後咧，都感受到佢嗰個止痕嘅功能，呢一個咧都真係實至名歸，佢嘅功能性係十分之強，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值得推薦俾大家用。好，咁另外咧就係頭髮嘅護理啦。咁其實喺夏天方面咧，頭髮真係好緊要。你成日都出汗啦，或者出到去成日都出油的話啦，啲頭髮都會覺得好笠啊，好唔舒服啦。咁而咧我見到 iHerb 呢一個咧，佢都係有2個排名第1，包括咗洗髮水同埋護髮方面啦。咁所以咧我就入手咗佢啦。咁同埋咧佢啲評語都十分之多，亦都好好啦。講下佢嘅味道先啦，用上去咧係超舒服，有一個葡萄柚同埋一啲金桔嘅味道啦，所以你係會覺得好清新。用上去咧佢啲泡沫咧都係好綿密啦，同埋咧你一路洗嘅時候咧都覺得咧嗰個清潔能力咧都係好強。但係洗完之後咧你啲頭髮都唔會好乾，仲會係有啲滑滑地嘅感覺。同埋最緊要就係咧本身我都好怕一啲脫髮嘅問題，咁而咧佢評論上邊好多咧都係關於話本身頭髮比較稀疏啲啦，同埋可能脫髮問題比較嚴重啦。用完呢個之後都有改善，用咗差唔多1個星期左右啦，感受到就係覺得好舒服啦。咁而脫髮嘅問題可能再要用耐少少先知道啦。咁但係咧見到咁多人評論嘅時候，我都會覺得呢一方面嘅功能性都幾好喎。咁所以咧我就入手咗佢啦。洗完頭髮嘅程序之後啦，咁就一定要做護髮，成日都會攞捲髮器自己捲髮啦，同埋咧長期都會係做染頭髮啊或者電植等等呢啲 treatment 係好着重用呢啲護髮素嘅。咁其實佢咧係一個髮膜嚟啦，因為本身咧我真係比較乾啲啊，所以咧而家每一日嘅護髮素咧我都會選用髮膜，主要嘅成分咧係有橄欖啦同埋牛油果啦，呢啲比較好嘅天然成分，用完1次就已經係感受到個效果噶啦，啲頭髮咧真係順滑咗好多啦，摸上去咧係柔軟好多。咁好多人都會講話用完之後都係嗰下好順滑啫，但係之後會唔會㗎？咁其實咧我覺得用完佢之後咧係連隔日啦，咁你都會感受到啲頭髮都真係順滑啲，最緊要個滋潤度咧都比較高啦。咁所以咧我都係好中意用呢一個，都有少少 tips 話俾大家聽啦。呢一個咧真係唔好用喺頭皮嘅位置，太貼頭皮的話啦，咁其實會好容易出油啦。同埋咧，如果你係追求一啲蓬鬆感的話啦，就真係主要用翻喺髮尾嘅位置就 OK 啦。好，咁另外咧就係呢一支護髮油啦，咁呢一個咧我都係回購咗，咁佢咧都寫明係一個抗毛躁護髮精華啦，比較清爽。洗完頭之後啦，咁然後半乾嘅狀態下，咁我就會咧擠2泵去直接摸下你嗰啲髮尾位置啦，咁然後再吹頭咧。用完佢之後，我啲頭髮咧都會比較柔軟順滑啦，光澤感都係有喺度。夜晚用完之後，隔日咧你都會係感受到佢個效果仲喺度。佢係淡淡嘅香味啦，因為我自己試過之前咧有一啲護髮油咧嗰啲香味係太濃，你用完之後再吹頭咧，你成間房成間屋咧好重嗰啲嘅護髮油嘅味道啦，但係呢一個唔會係好舒服嘅個味道。最緊要佢嘅功能性，用上去咧係真係做到抗毛躁啦，佢嘅價錢唔貴啦，所以性價比係超高。諗唔到有其他護髮油嘅選擇的話啦，咁就會係揀呢一支啦。好，咁除咗頭髮護理之外咧，咁其實頭皮護理都好緊要。我想話咁啱睇到有個評語咧，佢話長出小毛髮同埋咧白髮
逐漸變翻灰黑色喎。用完差唔多1個星期之後啦，你呢啲位置咧都會生翻啲 BB 毛，同埋感覺到呢啲頭髮係更加強韌。哇！呢一個係好吸引嘅留言嚟嘅喎，真心。同埋咧，我想話一個產品入邊啦，其實佢都有幾萬個、幾千個評語，所以我長期咧都會買嘢之前咧睇一睇佢哋啲評語，再針對翻睇有冇呢啲問題去揀翻你自己適用嘅產品。呢支嘅用法咧都係好特別啦，每日都可以用啦，只需要係洗頭之前1個鐘滴去一個頭皮度啦，咁然後不停咁樣按摩佢，咁你就可以正常洗頭，會令到你啲頭髮咧更加濃密啦。同埋佢呢支精華油聞上去咧係有一種迷迭香薄荷嘅味道，好清新啦，所以用落咧都係舒服。如果係有脫髮嘅問題啦，或者想頭髮濃密健康啲的話，就可以用呢一支。好，另外咧就係呢一支防燙免洗噴霧啦。咁通常咧呢一支我都會係日頭使用，我日頭咧我係唔會洗頭髮啦。咁當然咧我自己出門之前咧都會係吹頭啦，咁然後攞捲髮器去 set 翻個頭。如果唔使 set 頭的話啦，我都會一起身洗面啦，整晒所有嘢啦，咁然後處理頭髮嘅時候，我就會咧用呢一個先噴一噴啦，咁然後咧先再吹頭。咁你嘅頭髮咧都會係冇咁毛躁，同埋睇上去咧都會係順滑好多。本身咧我有自然攣啊嘛，所以咧喺一啲比較潮濕嘅天氣之下咧，我啲頭髮就會變得有啲自然攣啦，好毛躁啦。咁但係用完呢個之後咧，嗰個情況咧真係減少咗好多咯。如果你真係再想用呢一個捲髮器再捲的話啦，佢都有一個保護嘅作用啦，咁令到你啲頭髮咧唔會咁傷。用完之後咧個光澤感咧都係好靚，就算趕時間嘅時候啦，用呢一個咧係超級方便，加上咧佢個性價比超高啦，咁大支都唔係好貴嘅啫。所以大家咧想自己啲頭髮冇咁傷啦，同埋想處理一啲毛躁問題的話啦，呢一支咧都值得大家入手。好，咁我就已經介紹晒咧喺 iHerbs 入邊排名第1啦，同埋啲評價好高嘅產品啦。咁全部咧都係我自己嘅真實真心分享。大家入手之前咧都可以用翻我嘅優惠碼啦 STONG18，咁其實咧就可以係喺 iHerbs 入邊買嘢啦，夠65蚊美金就可以享用呢個82折嘅優惠啦。每人可以用2次咁多添㗎，所以大家咧如果想知道詳細嘅資料的話啦，咁同埋一啲產品資料咁都可以去翻我嘅 info box。希望以上嘅產品咧都可以幫助到你哋解決一啲針對性嘅問題。好啦，如果大家真係有睇晒嘅話，咁可以喺留言區度俾個紅色心心我，咁表示一個支持。或者大家試用過邊啲 iHerbs 嘅產品好用都可以話俾我聽，或者大家想試用邊一款覺得吸引嘅都可以留言話俾我交流一下嘅。好啦，我都唔講咁多啦，中意條片可以 like 條片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加上可以 share 埋俾啲朋友知道嘅。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